画面上这只全国上大只的巨龙，是台南大学伫民国100年参加国庆活动所设计，长达100公尺，每次操演必须要上百个人。这届受到台湾府城隍庙的邀请，将前往嘉义来参与夜巡诸罗城的活动，将台南的文化带到嘉义来表演。这道邀请这个百米巨龙出来采接哦，要经过7个古迹的单位啦，原来离这个全国古迹节9月22日来做提前的采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这个百米巨龙，咱这道有算离9月22日要来前往嘉义来参加因的夜巡，咱庙里。有足侪的阵头，拢是咱台南传统的阵头，尤其是台南大学有3个阵头来演出，剩下拢离咱台南在地的阵头，想甲咱在地的文化来带到咱嘉义诸罗城来表演，会当互嘉义的百姓当看到，会当富有遮的全国的居民。为了欢庆百米巨龙，台湾府城隍庙嘛率先伫台南举行百米巨龙夜灯彩街祈福的活动，一路对着台南大学游行到府城隍庙，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邱丽丽以及民政局长，甲着台南大学的校长，拢到场来祝福。九子兴隆会当随着城隍来到城隍爷，来到嘉义来到嘉义城隍庙来做阵巡诸罗城，非常有意义，而且祝福咱这边的活动圆满。我们希望呢，我们中华金龙不止在台南，在嘉义，我希望它未来的时间能够在我们台湾各个角落都能够帮各个区域带来幸福与平安。伫遮呢非常的欢喜阮台南大学这届有这个机会受到咱各位龙客贵主委的邀请，然后参加这个较有意义的活动。伫遮呢，我要趁这个机会呢，要祝咱各种祥龙，我们的世运昌隆，我们的校运昌隆，还有大家都平安幸福健康。彩街路线对台南大学出发，经过台南孔庙、美术馆、台湾文学馆、唐哲宗纪念公园、中西区公所，最后转来到府城隍庙埕，沿途吸引袂少的民众围观。为了这届夜巡的活动，台南大学嘛根据龙生9时的意向，设计阵头的表演。要让年轻世代体验传统的民俗，将文化来永续传承。台南新闻综合报道。